2005年5月，苗栗斯坦和开南肉痛化，肉痛化将落雪，落到强溜溜的台三线嘅三排档，不仅感觉到季节嘅变化，没感受到大自然嘅美感。斯坦乡嘅河坝，第二多年开始封起来，渐渐的强力嘞。水里都会鱼群，将味道生态环境送新的来，深度下呢，有鱼的河坝是会强力起来。到安尼为所，有介，一定要去拜访介爱鱼的介人，佢对河坝度嘅鱼啊，有当深嘅感情，写到安尼来学习，来记录。呢边是斯坦的一条河坝，按到太东西行。呢条细嘅河坝哈，顺头有间泡芙馆。呢间泡芙馆，呢度按到淡水鱼嘅泡芙馆。喺台湾哈，所有地方都冇淡水鱼，呢都復育成功嘅哈，大家來看哈。淡水魚泡芙館都是間鄉下傳統嘅順頭，當平凡嘅外表，過路人看到咩認唔出來，可能會注意到嘅係傳統裏底當將嘅天然。係講啊，除到外表來看，一般未話到一單單寫一件有附實鄉嘅比堂嘅傳統吧。這班廠裏來推論，按下傳統附實嘅淡水魚嘅泡芙館，應該是用來下遊客嘅實時天天。其實，你忙來到呢位之前，確實是有人暗想。我在那边正好遇到的是馆长夫人，我就跟她问了路，南庄怎么走，她告诉我之后，我刚好一回头，看到上面写台湾淡水鱼博物馆，我很惊讶。我在台湾做了7年淡水鱼调查，我发现大家都不重视这个东西，政府也不重视，怎么可能会有在这么偏僻的深山里面，有出现一个纯粹淡水鱼的博物馆？刚开始我想说，这一定是噱头，一定是拿水族馆一些彩色热带鱼骗小朋友的。我就跟馆长夫人煽情一下，让我进去看一看，她也让我进去看了。那种景象可以让你发现，这个博物馆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它只是以教育、以宣导，让我们下一代的未来主人翁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些淡水鱼的目的而设立的馆。我從細就學我就當興趣，乜嘢都學，那上個都我就學啦。但是到了米行來幾廿年來啊，如果講我哋我要親手呢，像年輕種嘅就親手咩，特別全部是糖果嘅呢，像乜牛屎筋乜嘅全部有。如果你下真係前面冇嘅呢，古時我就想，你都冇熟悉又做唔嚟咯。古時我就我見熟悉硬嘅。我咪想講本來下一代人啦，看到有啲嘅本來當鹹啦，就講我圈我就看得幾多，唔是講河壩看是看唔到佢嘅正面咩，我就想講既然都有做嘅咩，就將就嚟做較好嘅本人開，本人係接圈啦，然後我當接圈嚟用。有一點，對。我眼看河壩是很新鮮嘅。呢位喺河公司有兩公婆開嘅傳統，喺度地圖看到當到台灣原生種嘅淡水魚嘅照片，韓國簡單嘅介紹，還有寫了魚嘅形嘅裝飾，做得感受得到主人係個當學魚嘅人。老一般希望用學魚來改進按嘅做法，相應就啲了冇相同。呢件傳統，聽講特別是淡水魚泡芙館嘅前身，當時幾隻傳統是就會用黏嘅水族箱。
而你对你跟传统客家嘅体力印象啊，并唔係遇到學五個蛋糕嘅專業，但係你當做蛋糕當鋪排嘅菜，吃到佢嘅菜啊，就會知佢做些的有幾好。煮些是安樣啦，要有到我嘅傳統，如果係而家傳統咯，係我嘅傳統，我頭擺我個阿妹專門去裝人，頭擺冇講本人烹作啊乜嘅啦嗬，就安樣專門本人嫌去做師傅，煮來食安尼啊，不論上司也係乜嘅意思，就叫我開發餐，後來呢傳到本我就安樣啦。我嘅家幹嗬，何止講啊？嗱，何止會強啲哦？千不中嘅，可能原來了，啊就留喺那等於個炒起嚟了，一下子一盤嘅咧。何公少嘅阿公，喺日本時代，呢位寶劍是喺地下村莊啊。當時何伯都未收到幹子，係夾公啊，喺少數有種嘅許可證嘅人，所以佢就夾個。從謝世廷嘅阿公來到泰東市行看魚捉魚，佢來呢說明何巴度嘅魚嘅時間，也個痴心啊，跟佢心情，所以感覺得到佢對呢條泰東市行有幾熟悉。我都去看急流嘅味素啦，急流味素好像是魚會真多。急流味素其實咁樣流到會強啊嚇，會咩強啊？上次我讀出來哎哈，吃啊！开边再讲啊，吃啊！你這時間啊，你想到你今日要走來條路嗎？哦了，冇想到咧，冇想到，根本就對我啦有興趣添啦，特別就。我卡住家間不用水族箱啦，就去家間咁熟啦。塑膠布係咩嗬？前一陣有咩熟嘅？我就寫岩講有咩熟嘅？好熟嘅，好熟嘅。岩講啦就乜嘅，反正鬼卡全部熟嘅熟嘅都見熟嘅啦。係。尤其頭先先到岩講咩？佢睇岩講啊，頭先而家嘅像鹿鹹水岩講啊，全部用嘅。我媽媽就會見媽。你睇有冇當一條？又就神奇啦，嗰種是冇飼料哦，但係就拿個嘛咧麥片。有熟嘅咩？拿麥片來浸水浸咪就調味嘅魚嘅樣，特別是冇飼料味，冇飼料好賣咩？冇按個專門嘅飼料。哦，到半米啲嘢嗬，都係啲人士去嘅，有就當香嘅了。學嗰種時候啲講哦，全世嘅有斜口嘅，有拍果嘅，有麥嘅魚嗬，東鋪嘅有嗰樣嘅和氏奇葩，麥個就嗰種時候啲當啲了。學嗰種時候淺淺嘅，哦就有熟下較專業嘅魚咧，嗬。個周邊轉嚟去就開始就叫做正式凶嘅啦，好就有擺格勒里颱風啦，咁樣40年前了。應該50年。哎，對，30太郎年嚟啦哈，嗰時格勒里颱風一打過後咧，幾多河壩就變香香嘅，變態馬上就有咯，嗰種時間10年嘅，我嗰個特別清多呢，一下就冇關係咧，我就10太郎年前，我就去個太雪山，就去釣啦，就順勢做到5仔咗啦，就斜起位啦。做咗看你台灣的眼神中啦，然後轉來以後就家間見熟嘛，嗰陣時對我就超興趣嘛，就見熟，熟過以後又熟狀態了，差唔多有3年咯，然後就繁殖出來，繁殖出來以後啊嚇，又熟又好久嘅啦，然後就那標流，就標兩個泰東四海啦，我從嚟看到就但是就係愛標那個後台啊，你係假把。先嚟㗎，這個是已經死掉了。死掉。面容上到當老師嘅何公少，雖然各種病也會學嘅天天。我表看起來，相對界對魚嘅當興趣嘅普通農家人，不過喺老爺鄉下見嘅時候，慢慢地發現，樣板原本是一個滿路人嘅頭天地，回到了熟識之後，變成一個當好嘅朋友。對富裕方面呢，他的獨到見解，並不是從書本或者學院方面得來的知識，他完全是憑他這幾十年的經驗學來的。
所以说它一部分是照着科学的理论来做，一部分又是借着大自然，靠着上帝来繁殖这些鱼类。那差别是什么？差别是跟科学家的差别。科学的方法，大约对不对？没有经过正式统计，可以复育出3成的种鱼，3成的鱼苗。馆长他利用这个方法，可以复育成9成以上的种鱼的鱼苗。它是接近上帝的，它差1成。对，因为这个世界上啊，最会复育鱼类的，绝对不是馆长，也不是国家的水产试验所，那是谁？而是鱼类本身。他自己。鱼类本身是最会复育的。今天它为什么会在它的栖地活不下去了呢？它复育的成果是馆长的好几10倍功力啊！因为它本身几10万年的经验就教它怎么复育。今天它会存活不下去，是因为环境已经不适合它了。所以淡水鱼目前面临的问题，大致上都是因为环境已经不适合它，它没办法在这个地方生存了。它自己复育鱼卵的工艺，绝对是比馆长厉害1000、100倍以上。可是馆长为什么那么厉害呢？因为馆长给他想要的栖地环境。待会到我们的复育池，你可以看到一种鱼就可以享受这么大的套房。如果它需要水草，馆长就会放很多水草；它需要耗氧量高，馆长就会特别。他哪边学来的？经验吧，只能这样讲。现任淡水鱼博物馆的副馆长陶天林啊，是个对野生生态非常有兴趣的探险家，出过一本淡水鱼的专书。佢到硕士何强小之前，大摆翕好鱼的相片之后，因为无法学鱼啊，所以呢，是做嚟做标本听听。不过硕士了何强小之后，呢条鱼啊，是有做得生存下去嘅环境。何强小不是要老人嚟讲，伊两啥，一啥当为熊啊，当为繁殖鱼，一啥就当专业嘅鱼嘅知识。迄讲无你两啥嘅互相嘅补偿，其实你就根本看唔起咯。你有冇讲陶先生来到之后，你会有安泰嘅变化呢？因为佢地方人家有按到嘅东西，但是人家就唔晓得攞佢發揮出去，唔曉得攞佢怎樣嘅來做俾人看下較好勢看。人家就講嗌做學人學天天，其他嗌冇顧到上嘅啦。但是佢來去，佢就讓嗌做嘅人咧，我諗下佢看那個解說牌啊，咁樣嘅呀，佢嗌就唔曉得啦。像都以前佢個人就天路簡單打死打的就掉落地裏面。佢唔係叫佢讓嗌翕相，翕相翕到獎，啊，嗰個就個介紹咧寫到獎咁樣，看到都冇同樣，感覺就較高級啲啊。有了馆长、老副馆长的两啥？你做淡水鱼嘅博物馆，迄个无观众啊，咩无关系。可能因为爱鱼啊，两个人手起来让啊，看起来没像鱼让。完全做不到。到何强小突然呢，行入呢间博物馆之前，其实俺哋并唔知呢度做乜嘅东西。不过看到何强小当认真嘅表情，我心度想。其應該就俾你測樣嘅準備。係啊，你有冇想到講，每度啲人戲嘅呢？我咧可能興趣啦，興趣，然後就做點硬係木嘅本硬係嚟。唔係每度人嚟啊？哦，沒。誒，你睇隻你嘛嘅東西？哦，然後，假如但是說你頭擺做牛屎筋啦，叫做叫烏毒啦，
全部做安尼头摆都河坝看得到诶。啊，就头摆个那个田顺准桥还看到。哦，懂。但是你还冇睇咧。台上就看到汉江哦，嘿啦所以看到个细细梅哈，對。很好啊，態度繼續當普通啊，看到人有彩色的漢江。本來咧全部咧台灣啲延伸種哦。哎啦，係啦，做啲講修工啦，按鐵樹啊，當鐵樹咧全部喺啲延伸種。個詳細看得到，為咗買鐵樹。但是你冇睇咧，冇睇咧嗬，啲東西少就會整規啦。哦，你從啲頭全部喺頭擺全部以為啦，係做生意家啊，就看到真多。但是一次都做冇睇嚟啊！我做晚上我想講，哦，你熟悉起來，哦，本來你後台，哦，唔好講到樹我能看得到，你現場都看得到呀，我哋有幾種，哦，做那個牛世節，哦，你係做我牛世節嚟？牛世節，對，我特別個江中人啊，當到嘅種牛文化啦，做個當到個牛世節。唐人講。何強少並沒一個當下講法嘅人，不過咧，你講到呢，也就唔會提。是種幾生命成長。你都有卡啲數喎，我哋喺尾特見咧嗬，係啊，特別講客家人啊嗬，都按係做樣，總比我按係講嗬，60年前啊，唔方便咩，冇自來水啊，哦，古時候搭山就會搭到江咩，將那一樁啦，一樁就會搭到江。哦，他個共用咩嗬？講講咧，講冇用下農藥下條啊，古時候見到小米硬嘅人，因為我咧日有死得了，嘅水都食唔得啦。斜後嘅嗰度古魚嘛嚇，古魚係10多年前啊，係放流水魚。哦，嗰條你按睇嚟啊，按睇嚟。對，嗰全部係放流水魚。二方咧啊，我上樣我就嗰度嗰度。下輩嘅都原來嘅蘭沙巴下半個嘅有冇跳個上？我嘅成人係都當過標下啦。哦。不過叫做因為佢唔咩肥油線咧，點是下海。古時候叫做唔是講要買個我跳上坡唔是。哦。然後叫做呢時候叫做要怕反身。見冇多做台咩？哦，做台依陣是單位含油咩？係啊。單位含油叫做我見報紙嘅。哦。好啦，我跟住大家見上。呢邊站啊，呢邊站。對。好，我從來都按到3點咧。你用到3點，3點哈，可以有條線嘅嗰種。哦，我講3點咧，3點咧，3點喺哪邊看得到呢？呀，做較普遍啦，你全省嚟講，做但是都要花多啦。呀，做到個中上游都有咧，中上游。我有人講，呀，講啊，嗬，全部外資嘅繁殖出來。哦，外資繁殖咧，做得較少，已經冇母係做唔做。哦，就嚟講嗬，台灣拍，哦。你啊都總鋪，總鋪樣嘅鋪理出來嘅嘢，鋪理睇到台中呢隻咧，呀個數量真少了。你目前嚟講，我哋呢個泡沫地區嗬，最起碼有3000米，可能喺台灣咧千島嘅位數咧。河北都冇咧，河北都冇咧。我有兩看。咁啊，我點樣講？我點樣講咧？我反正出來咧，哦，做做有意義咧。也跟住環境係講有較好嘅，有改變嘅，你將拿轉去標。哦。因為佢目前呢個環境已經破壞掉了，已經破壞掉了，對。哇！你有那麼解啊？水帶嘅。對，水帶最重要。水稻啊。你講我做水帶下用啊？你有冇就按照頭腦做嗰啲東西啊？這種就唔講嘢。係好乜嘢？你看睇何強少呢度差唔多會切中嘅台灣原生種嘅5個時節，頭那度啊，簽是標題，即加灣海嘅國寶5，煙花叫文貴，因為啊，係要當到5啊，冇政府保護，不過要按到嘅民間嘅愛5個人，都係非常用心嘅照顧。做咩講？目前啲軍人啊，嗬，做咩啲工廠發達嚟咩？然後佢會冇注重兩個生態嘅問題啦。好像台灣工廠啦，建氣咩？個垃圾水啦，嗬，冇注重個工廠嘅廢水啦，嗬咩咧？我廠冇辦事嘅，嗬嗰個模擬中試嘅咩？嗬，然後我都感覺過，我一學清橋嘅，咁我都我台灣我都有冇睇啦，因為啲泥沙下來咩？土石流過後啊，嗬，啲我都冇人講嘅。我做見下見小睇，
好，然後我就留頭先生兩山做全身啦，做一件事啦，拉到河馬腰，做上那邊走。好，然後去到邊有透過我嘅朋友，好，然後就講哦那邊有乜嘅嘢啊，他拜託我讓佢做啊，我也用買啊，我也用車本身用那下工可以裝啊，好，那數錢賺來，好，賺來以後就那學，哎，生熟了，又再那做反射。当初我们在富裕淡水鱼的过程之中，也跟各个全台湾各个学校单位、研究单位，甚至水产试验所、特有生物中心，希望请他们来支援，给协助一些技术。但是当初台湾并没有这些技术，也没有人愿意帮忙，所以说我和馆长我们两个人也是埋头苦干。台湾濒临灭绝的淡水鱼大概20种，我们几乎2/3都已经全部复育出来了，这点是蛮让我们感到欣慰的事情。河涌小里头鱼翅，除了有几只太翅，迄种来学传统中嘅肉嘅以外，其實要超過一般嘅空間啦，迄種嚟腐肉唔了解啦。到魚翅上頭有幾隻太水草，看得到啲度潮來潮去嘅小魚苗，看起來啊很神奇啊！你喺斜後哎，斜後係對，好，做啲啊，也做按死哦，嘿嘿，也做兩米樣嘅馬嘢吐出來， 兩米嘛，兩米馬，你咪講啊，一米講啊，係，也做差唔多有最起碼有2000米嘅，最起碼係。我上次哦，按部長哦做提了款，哎，就講按這個成就感，做輕鬆嘛。上次咧一期都唔記得。哦，像那做將來嚟講吼，做差唔多，哦，小概有差唔多搞2-3年啦，吼。從那後擺個唔拉呀嘛嘅，我做嗰那標準魚。哦，係因為做眼相唔同，係係。你有冇做嚟看到唔記得啦？你有冇好看啊？哦了，哦，因為講將開，太嘅看下米啊，吼，只米嗰邊看有問題嘛。唔將佢講，因為兩個嘅一個深度度吼，都熟啲啦，較有較個照片咩？做落認真看下咧。係，那個照片去吼，一鬼子不似相像嘅。哦，咁看得出來。係看得出來，我從咧就一講看下去啊，只米拍拍看落咧。係，哦，個米啊，吼，哦，因為呢，你吼。照片有一種按拍點片，係好多上司哦，認真看咯，係嗰位上司咧看咧啦，試唔試看去試東西哦，嚇，好，嗰邊做誒，送我啲阿姨，係我幾多件事，係幾多時間啊？係我識，大概咪，即上上咧，係上上係，哦，嗰位上司看見有色報嘛，啲都市太靚嘛，係，你看資料都嗰啲啊，資料啲係，都有匹配的啦，嚇，匹配按嚟，大概4-5年時咧，係，好微觀的哈，天天做廠，平常都有味啊，在喺度裏面食。做得未必，因為其他水頭啊，哦，啲水頭，那水頭其他槍啊嗰啲哈，哦喲，真真。係呢個太子莊出嚟，有種經驗 TP 的唔知，經驗 TP 咧，對，斜後啊，斜後啊，最大最按太，太到差唔多2米1斤哦，2米1斤，30公分哦。可是我按了，哎呀，有按長咯，哦，按細嗰邊按太，但是幾好多年咯，都有3年咯，3年，3年。所以你後巴看到個斜後，最厲害，最厲害，對。这5年多啊，好險是在921那時候就認識。今天如果我和館長現在才認識，那恐怕我們也只有從歷史中才能看到這些魚了，因為這些魚種很多種，在館內的都完全滅絕，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在地球上，才差5年。到記錄嘅過程度，你看到有2個人工，其實並唔係河湖嘅聲音啊。不過看到佢哋睇呢後小做些，另外係對你嘅猥瑣係藝術師。雖然按嚟講，你咪感受得到，佢都係有些特別。原來會知道屬性係特殊學校嘅學生啊，底下
来到博物馆里位歇息，看到梁沙和何公寿之间当亲切的关系，我想啊，除了探水以外啊，何公寿应该还有其他心思优秀的特质。再活的哈。像我来安排了哈，但是我来顺下啦，像种水友来无啦，无都安排去钓的啦，哦，我钓我来顺的。但是开动是海，是石潭的小河坝儿。头摆当将个庄啊，经过好多摆个风采啦、天通时候，变到厉害安尼庄啊。不过咧，呢个鱼量啊，比其他河坝嘅鱼还那多。除了有人放流鱼苗之外啊，像公所采大一项封海嘅政策，每系呢位做得慢慢的恢复生态嘅延续。为了记录伫小时节到河坝度度过嘅快乐嘅时光啊，因为请求何公寿破例啊，示范加工当时捉鱼嘅方法俾你看。台湾嘅细家吼，当我留牙工啊，抢来装，做两位嘅，听人工作啊，听人工作，人工好种啊，当好装啊，过来方法全同样啊，但是头摆是用硬嘅，用醋嘅做嘅啦，用醋嘅切嘅，个自然的个醋啊，嘅，晒走去切出来嘅样嘅，头摆是冇咁方便嘅，系做用醋嘅做嘅，我拿两支做嘅拆的，用插的，所以用挨到更是很生意咧，做会拿个梳块去个鋸嘅，鋸下來，我攞佢拿去做青島嘅，那就是學牙工嘅一個方式啦。哦，你打開嚟就係咁，打過嚟，看起來你們係老年出名衝浪咧，差唔多一樣啊，對，你們係老年，自己藝商見到有種竹嘅咪像嘅竹螺咯，用螺嘅，插幾檔啊，錯，就做像嘅幾種嘅線嚟啦，嗬，你將你平常啲按做單嚟執啲好些來，嗬，執啲好些來，做唔係特別做嘅。嗱，嗰啲每一樣咧，那你做過啊？做過未啊？做過名字平常是一直在拿的。哦，一直拿好，我嚟負責。哦，佢都擺同嘅嚇。哦，係啊，都太弱嘅嚇，分啲係樣嘅魚。看到咯。哦，那種苗嘢做來了，哦，苗拿起來，跟嚟咧，兩隻桶，對，好，兩隻都識我了，從那就有好多，跟住你嚇，對，哦，協，好，從那就10邊啦，有10邊的啦，哈，10邊的。這邊啊，靠邊。好，然后这个到里面哈，你看那个山头哈，那边是南庄乡，不泰安乡。各位哋比说哈，这有一个格勒里台风过后，造个蓝沙坝。哦，那时候你看多少年了？72年了。嗰陣時做嘅，嗰陣時係當地嘅人，嗰陣時全部農民做嘅。嗰陣時用我啊，做。我用嘅用梆子，用梆子梆石頭嘅，哦，嗰陣時真是也是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基本遇到山的，我哋就死下上邊，我阿爸就會行那邊做山嘅。我行路，我行路，我果然講緊真。行條啦。哦。然後到出去啊，我喊嘛，快幫了，那個都是要叫呢。先有冇喊嘛？唔該到。快幫了，那個意思要炸山。山水上啊？我嗰時做個喊，做個喊嘛先。快幫了，那個聲音啊。還太巧呢，所以我講我。因為有兩個山的東西啊，你一定要這樣叫，才不會嚇到那個其他東西。其他東西冇嘅？就是好像這個地方的山神。哎呀，哦，有咯。佢唔係喊人嘅嚇。哦，唔係。係喊山神氣溫乜嘅東西啊？天然太同時行，人哋去到爽就，已經有50人歲嘅何強少，本嚟感覺到係見來見唱聲人。好，嘅，按做對啊？按做對。我裝埋嚟。我裝埋啦。下次我裝埋嚟。乜嘢嘢？唔會辦啦。裝埋當做下次啊？我都唔會辦啦。7月號我裝呀。7月號。7月號。你沒穿襪子？沒聽到？穿襪子效果好，效果最好就是穿襪子。你做咩抓住嘛？雖然裝人買來腳，看起來實在當神奇，不過每一位人何強少到河壩渡行到清順溪，唔像安尼啊，行到連連起隻，참唔係相信啊！何強少喺河壩渡嘅知識，會超過當到5類嘅專家。这条河你都熟哦？很熟，哪个段，哪个段我都很熟。你本身會過來，好多不過來看的，他有啲因為有沒有忙哎呀，全部來過來看。我講過今年的因為多忙呀哈，看到條。雖然我當好，但是我沒當哎呀，上次為了順翻來的，因為那了解我呢。你做接票呢？你才會比這個樣發通的情形呢？有時間就來那看，他是怎麼樣來那個像要繁殖的時候，怎麼在追逐，那些一看就知道了。平常的話，那不是繁殖季節的時候，他們就說各吃各的，在那邊遊玩而已。但是繁殖季節就不一樣了，在追逐，公的會趕其他的，那母的就是一隻，那就是在那個圈子裡面就是。這個求偶的動作，是很明顯的。原來何強少對魚的愛熟識啊，係從細時學到嘅生命嘅經驗。呢種啊，佢老河壩嘅當親密嘅關係，我想啊，唔係當到現代人有機會得到嘅。你也看起來安尼種啊，安尼親難想象，淡水魚博物館是獨到一隻真艱難嘅過程。年初，全台灣第一個淡水魚的博物館開館時節，當上人安樂，所以講啊，當辛苦，讓今日起來啊。做安樣按到不經意的時節啦，讓開做做咩哈？那個做唔得不經意的時節咧，開亮嘅，會響嘅啦，做唔得啦。難經驗啦，強愛做啊，
呀，心球没那严嘛，你都爱做，你都爱做啊，是这样的。当时啊，做咁咩，他咁咩見媽，講啊，咩啱嘅事誒，做件不唔係嚇，你見到以後朋友咩都見媽呢，冇投資啊咁樣嘅，但是喺香港嚇冇做樣啦，都頭都寫落去啊，嚇，然後就繼續見做嘅啦。不過呢件當不容易讓建立起來博物館啊，5年前9/2太鐵通嘅時節，水箱啊水到滿天來，是在80%以上。台美金呢里面就看到哪里都是水啦、玻璃啦，东西掉下来，根本真的就很慘的那種形狀，然後我們都不想進去了。其實那時候有100多種魚哦，100多種魚，他們就因為這樣也死掉了很多了。過了一陣子，多久我忘了，他就有去看一下，就把能救的魚就救起來了哈。然後就這樣而已嘛，因為肥腹期有一陣子，包括我們餐廳，包括哪裡，大家都整個人都好像很奇怪，就整天就看電視而已，其他事都不想做。後來我們都一直都沒有去，不想去動他了。反正他這個人就是很不會表示的啊，他真的有什麼事情，他都就靜靜的不講話，我就知道說他心裡難過這樣嘛。到安尼問到窮老問題嘅時節，何強生安然回答：其實說那些東西那些倒是不會說很傷心的，對，最主要是那些魚種，很辛苦收集到的魚種，而且又是養得很習慣的魚種，哦，那些損失才心痛，好幾天都講唔出話出來，唔對樣講，唔對樣講，這種嘅一切都種嘢又很失落感，我真是聽了真丟臉，我家長嘢哦，一直又冇乜實力呢，一次就種嘢講，感覺種嘢好像世界末日一樣。我想無了目這個心痛，有時啊會比病傷太久還要痛吼。不過守好呢度5時以後，其實就差唔多1年嘅時間。何強生啊，唔敢做個踏入這個博物館。當時強叔，我心腸冷鏘鏘嘅啦，差唔多要幾個月咯，唔敢落去地位去，幾個月。當時冇水咩，又冇天咩，哦，然後根本啲嘅玻璃水嘅咧，就話嗰五個屍體咧、屍體咧，嚇，根本就唔敢落去呢。假擺哦，是香港管得幾好咧，哦，因為嗰陣時人手也唔多咩，哦，講下嗰啲裝修唔會做咧，哦，投資按多錢啦，嗰個用按多錢嘛，結果全部都冇辦事咧咩，香港唔會做一好咯，啊，裝修嚟，啊來另外嚟發展，啊，所以見上啦，講誒啲冇做也做唔得咯。啊，因為你眼神中你冇這個技術做還係冇啊，哦，然後又熟識的朋友，學個陶先生做樣嘅台中人，然後又這個重新起來。到2016呢位紀錄嘅期間，你發現呢隻免費入場嘅博物館根本冇半個人客來參觀，而維持你安泰嘅博物館嘅開銷啊，完全呢所以靠到何強生兩公婆所做嘅傳統嘅收入。但是外國其實做都差唔多，也看到超出預算嘅，也其他情況也有香港冇好了哈，可能也冇。現實嘅問題啊，係啦，其實也推脱啦。你存嘅問題，唔拉部分一樣嚟就全部都靠捱到出價嘅呢哈。共同嘅做嘢捱到要大味道要做嘢加錢。味道唔啊？味道做嘢就也冇嘅。咁咪味道唔係咩？係啦，味道唔係，都加錢嚟做冇嘅，比係做炒嘅啦。當然啦。係啦嚇。跟住當初你想到講，發啱到錢冇？你起嘅是幾多時間啦？徹底冇啦，反正做嘛就咁樣。你講係按上講，可能200萬好嘅，可能會做到400萬。像我就當時咪見香港1、3年可能8個萬你就做得這樣，結果估從外國做到
减200万也叫做退，降到就退的。記錄到了位，今年東南向上，原來何強少嘅台灣淡水博物館，喺到經濟很困難嘅情況之下建立起來嘅。呢係冇包含日本人認為921大地震時候對呢隻博物館嘅切實嚟啦，韓國強烈反對其咁嘅心情。他可以为了说要收集这个鱼的，像有一次就是，为了要什么荷氏奇葩那种鱼只有在台中有，他竟然会为了这个鱼哈、1个月跑好几趟台东，而且是2天来回的。像那种情况，我就会讲说，你不要再买了啦，或怎样。可是他如果是不听的话哈。他还是会跑或者那时候我们就会吵架，会生气。他个性是蛮烈的，蛮烈的，但是他什么事情他骂一骂，他等一下就没事了，他只是在嘴边而已。但是我了解他，我有时候怎么讲，也是为了说这个事业，啊，为了这个我自己的兴趣，我有时候很多事情也是，就说等于是假装不知道就好了，啊，因为像有时候买鱼，啊，那个也是要钱的啊。他说他又说不要买了，但是我自己私下的还是买了，还是我自己我想要我还要自己去买，对，我不要敢知道，改天这鱼缸好像又多了好几道鱼，他也不知道。来了好几桌客人，有移动的，到訪問時間，傳統嘅人客就查下來，迄杯啊，嘴呢何強少講，我攞做下來咯。跟住傳發起來幾多？你咪做得嚇，不如實實去到做下。畢竟像我哋人客對平日生意並冇嘅好嘅傳統來講啊，都係兒時嘅父母啦。你7寒芒期到寒芒專業學務日前，何強少總共也是未試到22年嘅太拖拉苦。其實7想要創業咁嘅心情，唔知係人講嘅客家人唔驚苦嘅精神麼？就其實我們算起來說，一直都是負債都是很苦的。我很懷念我們在30多歲那個時候，就我小孩子很小，就看到那些照片那個時候，他那時候就是開車嘛，有載貨就載，有時候一天也是很辛苦，也是跑好幾趟，然後整天都在工作。可是當他沒載貨的時候，就是假日了，那我們就很悠閒，不會像現在要休息又不是，不休息又好像沒做事這樣啊。現在是這種生活。那個時候不會，反正他算了沒交了，走小孩子帶着全家又出去哪裡都可以講，台灣都走得蠻多了的。我有個理想，我要買一部那個休閒旅行車，是大巴士的，不是平常的一般的那個。我是要開巴士，因為我本身我有那個巴士的駕照，然後我的理想是我想開個很大的那個巴士，啊，裡面衛浴設備都有，還有都要有這樣哈，然後我可能就載我太太全世界遊玩吧，東跑西跑的這樣。一般來講哦，他講什麼我都覺得可以，可是。他唯一的一個夢想，我會笑他，就是他說
我不知道那什么牌的车子啊，他在我们开车的啊，看到有一种箱型车啊，他每次都问，以后我们有钱就要买这种车子啊，就这样讲。当初我就反驳他，我说买那干嘛怎么样？后来以后久了嘛，听多了，我说哦，好，以后有钱我就会买，我就这样，就只有这样，其他也没有。我想，因为有一个新嘅蛋糕做得互相补足嘅补养来全心嘅支持，所以何强少让做得安心去学讲爱讲方式去实现嘅梦。到纪录要结束之前，何强少突然间讲，佢对嘅补养非常感谢。本日加入大概6张纪录以下里头发后半截。但是这个啦，这个真的是说以后比较固定的时候，还是会弥补他了。其实我很少骂他呢，我也不会讲他，因为他的脾气他不能接受。我一讲他马上就生气，马上就脸就白了。我不喜欢讲他，但是事后我会讲他。2多日来到斯坦，睇呢何强少先生来看河坝，啊，佢看到河坝哈，老一般人看河坝冇看到，佢想個種，啊，許多年間哈就冇法好講啊，日本人講佢都冇法好講嘅嘢呢，唔過你談到啊，來到水啊，其實發跳起來，要唱個種，人講好教釣人，按到釣人，但其實好教唔係人，按到個人啊，經過佢人呢，長年20年哈，對人呢台灣嘅淡水魚哈，去做研究去培養哈，這邊有一隻非常特殊嘅一隻新嘅對台灣嘅看法，按到台灣淡水魚博物館。好，拜拜。拜訪結束了，離開台灣唯一嘅淡水魚博物館，我嘅心度很多嘅想，到底係認為有太東西行嘅魚啊，何強少那麼快樂，亦係認為有何強少啊，太東西行嘅魚啊那麼快樂。